你屋企抽屜入面嗰啲舊外幣碎銀，隨時有一枚價值上萬。好多人一世都唔知清理雜物嘅時候，直接當廢金屬抌白白，走咗一筆橫財。好多人收納櫃、錢箞入面囤積住好多當年去旅行翻嚟嘅外幣碎銀，多數就係咁隨意擺埋一邊，甚至執屋嘅時候直接當成普通金屬掉咗。絕大部分人根本冇諗過呢啲睇落平平無奇嘅金屬圓片，有一部分單枚市價隨時過萬，價值遠遠超出大家一般嘅想象。無數普通人由細到大都唔清楚，自己隨手收埋嘅舊硬幣早就唔係流通散紙咁簡單，係擁有歷史意義嘅絕版收藏。如果唔識貨拎出去，使等於直接蝕錢。今日我一次過整理晒市面上門檻最低、最容易執漏，唔需要專業收藏知識，人人都可以自己對照檢視嘅8種稀缺外幣，全程唔使買昂貴檢測儀器，亦都唔使盲目使錢入收藏圈。睇完即刻可以翻揾屋企嘅舊外幣，學識分辨方法，睇得懂藏品價值就係實打實嘅收益。不妨諗下日常一個場景，整理儲物櫃、舊行李箱嘅時候，見到早年去日本帶翻嚟嘅10蚊銅幣，又或者留學去美國旅行剩低嘅25美分硬幣，你一般會點處理？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係隨便擺喺角落，甚至當成冇用嘅雜物掉走。正正呢個好普遍嘅習慣，令好多人持續錯失潛藏喺身邊嘅財富機會。跟住落嚟，我會逐一拆解日本絕版年號錢幣工藝獨特嘅稀缺幣種，市場關注度比較低嘅特年硬幣。之後再講美國歷史銀幣，完整講解每一類藏品嘅外觀分辨要點，現時市場行情執漏背後嘅邏輯，同時分享收藏圈實用嘅避坑心得同埋合法變現渠道。所有內容都具備實操性，冇空洞理論，建議大家耐心睇晒同埋收藏好唔好？第日想揾資料嘅時候揾唔到。首先要介紹第一種藏品，亦都係日本錢幣收藏界充滿傳奇色彩歷史故事、獨一無二嘅經典幣種——昭和64年10蚊青銅幣。呢枚錢幣可以長期穩居熱門藏品行列，最核心原因就係佢淨係短暫鑄造流通7日，由一場重大歷史變故催生，係近代日本貨幣史入面冇辦法複製嘅時代絕響。整件事嘅時間線要追溯到1989年1月，當年日本發生足以改寫時代格局嘅大事。1989年1月7號早上6點33分，在位長達62年嘅昭和天皇駕崩，持續60幾年嘅昭和時代正式落幕。同日下晝2點36分，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小淵惠三喺全球記者見證之下，攞住寫有新年號嘅漢字樣板正式對外公佈，由1月8號開始日本改元平成，延續多年嘅昭和紀元就此終結。呢一段時間線戲劇性十足。1989年新年先啱啱到，日本國立造幣局生產線全速運作，一大批嶄新嘅昭和64年系列硬幣壓製完成，部分貨品先啱啱出廠，突如其來嘅改元命令下達之後，整條鑄幣生產線緊急叫停，相關模具連夜拆走更換，仲未流入民間流通嘅成品全部統一封存。年號昭和64年，最終只喺歷史入面存在7日，成為檔案入面曇花一現嘅年號。翻閱日本國立造幣局公開檔案，昭和64年一共鑄造4款流通硬幣，分別係1日元、5日元、10日元同500日元。4類幣種入面，最適合普通人搜尋，民間存量相對較多，同時收藏溢價最高嘅就係10蚊硬幣，官方記錄鑄造總量7469萬2千枚。淨係睇數字好容易覺得存量充足唔稀缺，但對比數據就會見到佢嘅罕有程度。昭和63年，亦即1988年，同款10蚊硬幣鑄造量高達6.18億枚，只係相隔1年，產量直接大跌接近88%。斷崖式減產令呢枚錢幣天生自帶稀缺屬性。與此同時，呢枚錢幣嘅市價有好大嘅品相差距，落差遠超新手藏家想象。國際2大權威錢幣評級機構 PCGS 同 NGC 針對呢款銅幣訂立極為嚴謹嘅品相標準。如果你手上嘅錢幣長期流通使用，幣面布滿氧化痕跡，磨損嚴重，亦即收藏圈講嘅 brown， 流通品相收藏價值有限。日本本地古董鋪收購價只係幾十日元，淨係得紀念意義。雅虎拍賣同類流通舊幣起拍價大多維持喺110日元左右，但如果藏品保存妥當，幣面光亮磨損極少，保留95%以上出廠原生橙紅色金屬光澤，達到 RD 原光等級，藏品價值會直接暴漲100倍甚至幾百倍。
兩種品相根本係兩個價值層次。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少人知嘅冷知識：上世紀80-90年代，大量台灣遊客留學生去日本觀光讀書找零，攞到全新昭和64年10蚊硬幣之後，順手帶返屋企收喺乾燥抽屜密封收納盒入面，隔絕空氣氧化同日常摩擦嘅存放環境，令台灣民間積存咗一大批品相頂級嘅 RD 級昭和64年10蚊銅幣，亦都係而家普通人最有機會執漏嘅主要來源。呢枚錢幣嘅價值從來唔係青銅原料，而係獨一無二嘅歷史印記。佢係昭和時代最後一款10蚊流通幣，62載漫長時代嘅收尾，象徵一枚細細嘅銅幣，記錄住7日改元嘅重大歷史轉折。呢亦都係佢長期受藏家追捧嘅根本原因。第二種藏品知名度甚至高過昭和64年10蚊幣，喺日本本土人氣極高，被圈內叫做幣中貴族嘅鋸齒邊10蚊銅幣。平時我哋見到嘅10蚊銅幣邊緣都係光滑平直，如果揾到一枚側邊佈滿細密、凹凸齒紋似梳齒一樣嘅10蚊硬幣，好大機會揾到稀缺藏品鋸齒邊。10蚊幣鑄造年期由昭和26年，亦即1951年，去到昭和33年1958年，前後7年，屬於二戰結束之後日本戰後經濟復甦時期獨有嘅幣種。戰後重建初期，通脹尚未惡化，10蚊硬幣購買力相當強，喺當時算係一筆唔細嘅金額。為咗區分面值，加強防偽效果，日本大藏省啟用以往淨係用喺金銀貴金屬錢幣上面嘅高級鑄幣工藝，喺硬幣邊緣壓上132度細密鋸齒。普通流通硬幣好少承受咁高嘅工藝成本，足以見到當年呢款錢幣嘅特殊地位。隨住日本戰後經濟急速起飛，通脹持續升溫，10蚊硬幣購買力不斷下跌，由大額零錢慢慢變成只可以買糖果零食嘅細額貨幣。持續生產鋸齒模具成本太高，對於普通流通幣嚟講唔再劃算。由昭和34年，亦即1959年開始，造幣局全面取消鋸齒工藝，鋸齒邊10蚊幣正式停產，成為絕版幣種。大家要留意，7年生產期入面，唔係所有年份都值錢，真正屬於稀缺梯隊嘅核心年份係昭和32年、昭和33年、昭和33年鋸齒10蚊幣。根據造幣局原始檔案記載，全年鑄造量只係2500萬枚，對比普通幣種動輒幾億嘅產量，能夠留存落嚟嘅機會極低。品相完好嘅原光版本，經常喺各大錢幣拍賣會現身，成交價不時打破大眾預期。喺2026年4月，日本銀座專業錢幣拍賣行舉辦第127屆先生盛蟹聯合拍賣會，一枚保存狀態優良嘅昭和33年鋸齒10蚊銅幣，最終落錘價達到145625日元，足以見到不起眼舊零錢蘊藏嘅升值潛力。好多新手好想知道專業評級師判斷藏品價值嘅底層邏輯，其實可以歸納成4項通用標準，普通人檢視硬幣都可以直接套用。第一，鑄造年份同客觀傳世稀缺程度；第二，硬幣整體保存品相幣面劃痕流通磨損輕重；第三，鑄幣期間出現嘅原生工藝瑕疵、錯版嘅罕有程度；第四，海內外藏家持續形成嘅市場需求。4項條件入面，只要符合2項或以上，藏品價值就會明顯上升。仲有一點值得留意，鋸齒邊10蚊到而家仍然有機會喺流通零錢入面揾到日本好多銀行職員、資深收銀員長期喺日常收付嘅零錢入面篩出絕版鋸齒幣。而家錢幣收藏熱度持續上升，社交平台、垂直收藏社群吸引大量年輕愛好者入行，越嚟越多人習慣翻查錢鵝整理舊外幣。未來喺流通貨幣入面執漏嘅機會只會越嚟越少。講完2款人氣極高嘅日本熱門幣種，跟住介紹一類隱蔽性極強、最容易被大家忽略嘅隱形貴族——日本特年硬幣。好多收藏愛好者淨係緊盯昭和熱門絕版幣，忽視一啲普通面額硬幣特定年份嘅收藏價值，隨時可以媲美一線熱門藏品。首先理清核心概念，咩叫做特年硬幣？日本造幣局會定期調研市面貨幣流通存量，如果判斷某一面額硬幣市場存量飽和，唔需要新增投放流通，就會決定當年生產嘅錢幣唔流入民間交易市場。呢一批錢幣唯一對外流出途徑，就係封裝喺官方紀念套幣冊入面，高價定向賣給專業收藏家。當年一般市民幾乎冇機會接觸得到。第一款值得重點搜尋嘅特年幣種，平成23年、24年、25年1日元鋁幣。好多人主觀覺得1日元面值太低，冇收藏價值，攞到手就掉。但呢3個年份嘅1日元
係收藏圈公認嘅黑馬。呢段時期正好係日本電子支付全面普及嘅關鍵階段，實體私額硬幣使用量大幅下滑，就秘訣大幅縮減1日元產量，並且全部封存唔對外流通。日本多間地方電視台曾經製作專題節目介紹呢群錢幣，平成23年1日元，市價長期維持喺1000日元，相對原本面值升值1000倍。打開雅虎日本拍賣平台，品相普通嘅平成23年1日元，經常見到1300日元嘅出價，保存完好嘅原光藏品價格更加會直接翻倍。淨係面值1日元嘅鋁幣，市價升到上千日元，咁樣嘅漲幅喺現代流通錢幣收藏領域相當少見。另一款潛力十足嘅特連藏品，昭和60年50日元白銅幣，根據官方鑄幣單眼記錄，昭和60年50日元全年鑄造總量只係77.5萬枚，罕有程度超乎想象。目前雅虎日本市場普通流通品相成交價穩定喺3000日元上下，如果運氣好揾到一枚冇明顯磨損、品相上乘嘅藏品，市價區間喺4000至8000日元。簡單講，揾到一枚品相達標嘅昭和62年50日元，換一餐高質日式料理完全冇問題呢，就係特連硬幣獨特嘅吸引力。好多人唔明白普通面額硬幣點解有咁高溢價，底層邏輯好清晰。市面上幾乎冇流通散幣，呢一批錢幣由生產完成開始，從來冇進入民間交易循環，長期收喺官方紀念套冊入面幾十年流轉落嚟，大部分套冊都被完整保存。只有極少數套冊被拆開，錢幣散落民間，呢一小部分流出嘅藏品，自然成為海內外藏家爭相尋找嘅目標。冇人可以估到自己抽屜入面不起眼嘅1日元、50日元，會唔會就係稀缺特連珍品，亦都係普通人門檻最低嘅執漏機會。離開日本錢幣板塊，我哋將視線轉到美洲市場，屋企有美國舊硬幣嘅朋友，跟住落嚟內容一定要認真睇，好大機會揾到貴金屬藏品。平時用嚟自助洗衣、停車場繳費嘅25美分華盛頓硬幣，睇落平平無奇，分辨準則好清晰，鑄造年份1964年或更早，就唔係普通銅鎳合金零錢，而係含銀量90%嘅貴金屬貨幣。呢段歷史源自上世紀60年代轟動全球嘅白銀危機。1964年之前，美國有明確法定鑄幣標準，25美分硬幣採用90%白銀搭配1%銅鑄造，係名副其實具備貴金屬價值嘅法定貨幣。1964年國際白銀現貨價格急升，出現一個極具風險嘅市場漏洞，一枚面值25美分嘅銀幣，熔鑄之後白銀原料價值超過30美分。簡單講，錢幣金屬原料價值已經高過法定面值。如果大量民眾熔幣套利，會直接衝擊成個貨幣流通體系。為咗化解危機，1965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全新鑄幣法案，終結美國延續100年嘅白銀流通鑄幣歷史。法案生效之後，短短5年，超過10億枚美國白銀硬幣喺商鋪櫃台收銀機大量消失。一部分被民眾收落保險箱長期保存，另一部分直接送入熔爐提煉白銀，市面流通存量急速萎縮。睇返近年貴金屬市場行情，2025年國際白銀價格持續走強，全年漲幅達到27%，創出10多年階段性新高。而家一枚1964年或之前嘅25美分銀幣，熔銀原料價值已經超過6.5美元。芝加哥資深錢幣交易機構負責人公開講過，好多早年低價入手銀幣嘅藏家，揀喺價格上升週期放貨獲利面值，淨係25美分嘅錢幣，單計貴金屬原料價值已經升超過26倍，仲未計入收藏帶嚟嘅溢價。如果係品相完好嘅原光未流通幣，市場成交價仲可以再升好幾倍。除咗25美分人幣，仲有一類大量老留學生早年台胞帶翻嚟嘅重磅藏品，肯尼迪50美分半美元。大家可以翻下屋企，尺寸較大嘅美國硬幣幣面印有肯尼迪總統頭像，價值絕對唔可以忽視。1963年11月22號，肯尼迪喺達拉斯遇刺身亡消息，震驚全世界。為咗紀念呢位總統，美國國會迅速通過法案，1964年緊急發行含銀90%嘅肯尼迪半美元銀幣，幣種一出，大量民眾出於懷念爭相囤積，幾乎冇大規模流入日常流通。由誕生一刻開始就自帶稀缺屬性，可以完整保存到今日嘅每一枚都係時代遺傳。同大家分享90%收藏愛好者都唔清楚嘅行義林幕。美國銀幣有一段好容易被忽略嘅過渡期，亦都係新手執漏，同時最容易走寶嘅盲點。
大部分人只知道1964年之前嘅半美元係高純度銀幣，卻唔了解1965至1970年有一段為期5年含銀40%嘅過渡版本。鑄幣法案正式推行之後，10美分、25美分全面改用冇銀嘅銅鎳合金材質質。美國財政部為咗維持大額半美元幣種嘅定位，折中調整鑄幣配方。1965至1970年生產嘅肯尼迪半美元仍然保留40%白銀成分。呢段歷史喺大眾收藏圈子流傳唔廣。早年好多遊客留學生攞到1967、1968年份嘅半美元，下意識當成普通合金零錢隨意擺埋一邊，無意中保存咗大量貴金屬藏品。簡單計下價值，一枚過渡期肯尼迪半美元含有0.1479金衡盎司純銀，參考近年白銀市價計算，單枚錢幣白銀原料價值大約3.7美元，折合新台幣120蚊。再加埋年份稀缺性同收藏溢價，保存完好嘅優質品箱藏品，市場成交價介乎新台幣130至350蚊。記住一條簡單易記嘅分辨口訣，避免出錯。1970年或之前生產嘅肯尼迪半美元全部含有白銀，無論係9成銀早期版本定係4成銀過渡期，幣種價值都高過面值。千祈唔好當成普通零錢隨便，使每一枚白銀半美元都係上世紀金融動盪時期流傳落嚟嘅實物歷史見證。講晒所有機會執漏嘅幣種之後，好多人都會有同一個顧慮。而家錢幣市場仿品層出不窮，旅遊紀念品店、網上平台充斥大量高仿硬幣，普通人缺乏專業知識，好容易高價買到假貨。跟住落嚟完整講解兩大板塊真偽分辨核心技巧同埋避坑要點，零經驗都可以上手，避開絕大部分騙局。首先梳理兩大造假重災區，第一處就係全球熱門旅遊城市街邊地攤古幣，無論巴黎聖母院周邊市集定係羅馬跳蚤市場，見到攤販熱情推銷所謂18世紀古外幣、絕版珍稀錢幣，建議大家唔好掂，直接離開。呢啲睇落布滿歲月痕跡嘅古幣，基本上都係現代工廠熱壓機批量製造嘅新合金工藝品，造假產業鏈工藝相當成熟。利用化學藥劑浸泡做出人工包裝，刻意營造古老質感，專門瞄準想執漏嘅遊客。真正高級別稀缺古錢幣流通渠道集中喺專業拍賣行資深藏家社群，根本唔會流落到街邊地攤，普通人想喺地攤執漏幾乎冇可能。第二個常見騙局，人工改造錯版幣。好多新手見到錢幣圖案偏移、邊緣殘缺、壓印錯位，就以為係價值極高嘅原生錯版幣。現實之中，市面上9成以上錯版幣都係後期改造假貨。造幣廠原生錯版幣係生產過程無據，故障機械失誤造成，出現概率極低，現存數量稀少，具備穩定收藏溢價。市面流通嘅仿製錯版幣全部依靠後期人工加工，造假者用工具擠壓硬幣邊緣，搭配酸性藥水腐蝕幣面，刻意製造殘缺錯位效果，包裝成稀有藏品高價出售，專門入門新手。之後分享兩套實用性極強嘅分辨方法，聽完即刻可以運用。第一種，聽音鑑別法，特別適合檢查美國銀幣時，指同拇指輕輕捏住硬幣邊緣，令錢幣懸空，攞另一枚硬幣輕輕敲擊幣身，真品銀幣受到撞擊會發出清亮高亢嘅聲響，附帶2至3秒悠長回音。金屬共振效果好明顯，普通銅鎳合金仿幣敲擊之後，只會發出沉悶短促嘅咔嗒聲，乾澀冇餘韻。原理在於白銀獨有嘅金屬密度同彈性無量，呢一種聲學特質，人工仿製冇辦法複刻。第二種側邊觀察法，可以快速區分肯尼迪半美元版本同真偽，將硬幣豎直擺放，側面觀察邊緣夾層結構，側邊通體均勻銀白色冇雜色，分層就係1964年前9成含銀銀幣。側邊出現紅褐色同銀白色交替分層，就係1971年之後冇銀嘅夾心合金幣。方法簡單直觀肉眼就可以初步分辨價值高低，唔容易誤判。針對市面改造錯版幣，仲有一項終極分辨技巧：原生無據失誤造成嘅錯版幣，重量同同年份普通版本完全一致。人工打磨腐蝕改造嘅錢幣金屬材質一定會有損耗，用高精度電子秤稱重，重量偏差一目了然。多間專業收藏機構2029年實測數據顯示，配合40倍放大鏡觀察 B 面師這側邊嘅夠稱重，聽音思重方法一此時用，鑑別準確率可以達到98.7%。普通人學識呢一套方法，足以避開市面上絕大多數錢幣交易偏遠。好多人學識分辨技巧，成功揾到稀缺外幣之後，
最關心嘅問題就係藏品點樣出手，賣到合理價錢，避免被中間商刻意壓價。下面整理台灣地區處理主流變現渠道，逐一分析優缺點，同時講解近年錢幣市場大熱嘅評級溢價邏輯，盡量將藏品收益最大化。錢幣收藏有一條不容忽視嘅底層規律，就係跨境信息差。大量外幣都係早年遊客留學生跨越國境帶返嚟，地域隔絕形成資訊壁壘，海外民眾唔方便帶走嘅細額零錢，流轉到本地之後就變成稀缺盲盒，亦都係普通人可以把握嘅獲利機會。第一種渠道，自主喺線上平台刊登拍賣，潛在收益上限最高，可以揀選蝦皮、露天拍賣等主流電商平台自行上架銷售，自己定價，直接對接買家，唔使俾中間商抽佣實操。有幾個關鍵細節：拍攝相片一定要喺自然光底下，斬正形篩人鼻，正反面側邊齒運，整體模筍狀況清晰展示片上。標題需要精準專業關鍵詞，例如昭和64年10穩、住持10穩、平成23年醫院等等，方便司機嗰啲藏家收選。線上平台最大優勢係能夠接觸全球收藏愛好者，而本土藏家願意為本國絕版幣種支付更高溢價，妥善操作之下，收益可以做到最高。第一種渠道 ，Facebook 隨之錢幣交流社群，搜尋錢幣買賣，台灣錢幣交流整私密社團。社群固定時段徵標交易，呢一度後交開片流轉速度快。社群熱門買家大多身金錢幣收藏多年，就係歐盟正式生效喺2021年至程度高，爆炸更加貼近市場成即式行情。惡意壓榨情況上在封神優先競選免州開多付款用模式，預防網絡詐騙。第三種渠道，老字號實體錢幣鋪，代表就係台北光嶺街錢幣商圈，線下門店優勢係交易安穩。省心現場鑑定真偽，傾妥價錢之後即時現金結算，唔使處理後續糾紛。缺點亦都好明顯，鋪頭做生意需要預留利潤空間，收購價一般只係市場行情6至7折，適合唔想折騰、希望快速套現成現金嘅朋友。如果追求更高收益，唔優先推薦線下門店。想進一步提升錢幣交易價值，一定要了解評級帶嚟嘅增值效應呢，亦都係近幾年錢幣市場重大轉變。好多玩球星卡、寶可夢卡牌嘅年輕玩家，帶住投資思維進入錢幣圈子，重塑成個行業交易準則。有高端層資產落必流通空間需求就，省揸優先上咗 PC 至 SNGC 兩大果汁權威高分裝品質，錢幣通用41噸1分至70分品質標準，分數輕微差距，實則可以天差地別。舉個直觀例子，同一枚昭和64年元光10穩同比 M16分有穩定市價。如果藏片狀態玩味，攞到 M16 分，全網最高評分 Top Pop， 價格唔係輕微上升，而係指數級上漲，成交價直接升幾倍甚至幾十倍。經過權威評級封裝嘅錢幣，附有專屬防偽標籤同獨立編碼，永久確認真偽，同時隔絕台灣潮濕氣候造成嘅氧化生鏽，等同為錢幣資產上雙重保障。評級幣具備全球流通屬性、流動性同長期保值能力，遠遠高過冇封裝嘅裸幣，係長期保存藏品嘅最佳選擇。最後，我哋從宏觀趨勢角度理清所有藏家都值得深思嘅道理。點解老舊實體硬幣長期具備升值潛力，未來價值仲會持續向上？而家全球數碼支付普及，手機掃碼線上轉賬成為主流交易方式，實體紙幣、硬幣逐步退出日常流通，呢個趨勢已經冇辦法逆轉。日本數據極具參考價值。1990年，日本1日元硬幣年產量達到27.7億枚，去到2024年全年產量只係51萬枚，34年時間產量大跌99.98%。早喺2016年開始，以日元硬幣基本停止向民間流通投放，之後產出全部供應官方收藏套裝。令和時代1日元、5日元硬幣年產量不斷刷新歷史新低，慢慢淡出普通人日常生活。呢個唔係日本獨有現象，全球各國都緊隨呢個趨勢。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等舊貨幣硬幣全面退市。當年隨處可見嘅零錢，而家保存完好嘅藏品市價早已翻倍上升。就喺2020年2月，日本央行2024月統計數據顯示，嗰啲流通硬幣總金額同比下跌1.4%，無現金實惠轉升，已經從未定住資深漲價。普遍有一個共識，未來10至20年，實體流通硬幣會徹底由日常交易工具轉變為純粹承載歷史嘅文化遺物。而家年輕一代由細到大習慣數碼支付，
好少機會大量接觸實體金屬貨幣。幾十年之後，20世紀各式各樣嘅老舊外幣將會變成承載時代回憶嘅古董藏品。大家隨手收喺抽屜，甚至嫌麻煩掉走嘅超和錢幣、美國白銀銀幣、各類特連硬幣，都係獨一無二嘅時代標本。幾十年前，呢啲錢幣喺東京街頭俾上班族搭電車使用，喺紐約街邊俾年輕人買小食，跨越漫長時光，流傳到今日。早就唔再淨係金屬零錢咁簡單，數碼支付全面普及嘅時代到臨之後，呢啲細細嘅金屬元片會成為一代人對實體貨幣舊日市井生活最後嘅實物見證。藏品自帶嘅稀缺性、歷史價值、情感價值只會穩步上升，好難出現長期下跌。睇到呢度，8種高潛力外幣嘅分辨要點、執漏邏輯、真偽鑑別、變現渠道已經全部講清楚，大家而家即刻可以返揾錢。和舊收納箱、行李箱夾層，對照入面嘅資料，檢視手上外幣。如果你揾到疑似稀缺幣種，又或者唔確定藏品真偽品相等級，歡迎喺評論區拍片留言，我可以免費幫大家點評鑑別。成段內容全部係實操乾貨，冇多餘廢話。如果覺得內容有用，記得點讚、收藏、轉發俾屋企親友，等更多人學識分辨技巧，避開收藏陷阱，盤活屋企被遺忘嘅隱形資產。記住訂閱我頻道之後，繼續分享更多小眾收藏嘅辨別同變現乾貨，帶你把握普通人都可以參與嘅收藏致富機會。